寒冷的冬天，夏天的三季面，请保重，唔通伤害我的阿母。众人做伙唱着这首由台湾歌星文夏填词并翻唱的《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》，为活动揭开序幕。为纪念文夏这位宝岛歌王，全美戏院甲金甘蔗影展用心规划活动，除了邀请国宝艺术跟正华伫日前画制100大型的纪念扛棒，并比照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概念，让游客会当伫遮怀念这位上会当代表台湾的歌星文夏。伊不只是宝岛歌王，伊是咱台湾的歌星，因为伫咧伊生前伊创作1200首的台语歌，而且呢，阁有10部咱台语的电影是全台语的，所以伫咱这民权路，大家拢知影是台独家吼，我是感觉伊是上台湾的啦，上台语精神的吼，文夏吼，伫遮替咱的台语文化做传承吼。啊，阮希望伫咧即个所在，今日伫涂骹吼有一个文夏的星星哈，那希望就是这是替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。那未来我们希望说，制作台湾独立乐团的歌手们，都可以背着你的流浪的吉他来这个地方呢，跟我们文夏致敬，而且呢，跟他拍一张照片。到目典礼这天，主办单位嘛邀请文夏4姊妹以及伊的查某囝王文基一同见证。身为台南的市民，我觉得他们是第一个想要帮文夏老师做事的人，然后也谢谢他们这么的全力热心支持，然后出钱出力，然后我们家属只能谢谢他们。向台湾歌星文夏致敬，大型纪念扛棒揭幕仪式，包含文夏夫人文香等文夏4姊妹，以及查某囝王文基、国宝艺术颜正华、市员陈怡丁。9.1外勤记者协会理事长姚振玉等人共同出席揭幕，并伫会后伫全美戏院举办文夏经典台语电影《再见台北》第映会，为纪念活动落下完美的句点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